死咗之後雪過，再運過嚟，胃內容物驗都有夜場常見嘅混合興奮劑殘留。手掌虎口長期磨損，似長年點跑、翻脹。呢個 YH17唔會係普通編號。如果 YH17係同一條線，咁前面幾單都唔係獨立案。唔止唔獨立，仲可能係按名單清人。去海悅會，有消息話入邊有一本紅色賬簿，睇下可唔可以翻出舊賬。陳 Sir， 應該就係呢本。你睇下本賬簿。邊個派你嚟㗎？你跳過去會冇命啊！拜拜。陳 Sir， 發現死者脂肪入面有一種特殊消毒粉，唔係碼頭冷庫常用嗰種。邊度用？警局證物暫存冷庫。第一日睇舊賬就睇到皺晒眉。你啲數亂到似落實堆。落沙堆都要有人執，唔好睇啦。阿哥帶你去個地方。好耐冇嚟啦，阿邦。老樣子。你以前成日同我爭辣椒，食2啖辣到眼紅，仲要死撐。你記得咁清楚？關於你嘅嘢，我冇樣唔記得。